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北市一对40外岁准爸母，千辛万苦，总算是做一个气功婴仔，顺利有生。但是准妈妈坐公车的时阵，因为司机紧急打档啊，全跋倒楼梯，是哭到有够伤心。这对翁仔某来指控，讲这个公共运输处拢徛伫个业者迄边，啊，裁决所嘛敢若采纳司机单方面的讲法，最后才赔因6000块。议员是痛骂这个公共运输处暗号着不良的业者，啊，公共运输处是回应讲，司机是正常行车操作，会当申请复议。公车坐到一半，向打动啊，还准备买到车附近人徛无在，规个人摔探笑。司机第一时间随来关心，不过这个跋倒的老太太其实已经有心啊，这一个车怎还移楼梯？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才刚听到心跳，不到1周我就摔倒了。然后再过1周，再回去做产检，医生就跟我说没有心跳了。老太太控诉，为了要生囝进行1年多气功疗程，开将近100万。才听到囡仔心跳不到1礼拜，就伫今年7月发生意外，佮指控公运处替公车业者暗砍。居然会说我没有紧握扶手跌倒？请问影片里面那个扶手，我的扶手到底是扶在哪边？老太太落车时，一手画枪花，一手被路卡，想袂到出意外，也毋过裁定的结果，讲是因为头前车打档啊减速是正常的行车操作。公车业者敢若愿意赔6000块，希望会当互正义结束。驾驶的耳朵还戴着耳麦，请问他在听音乐还在通话？这是标标准准的危险驾驶。为什么公运处睁眼说瞎话？乘客受伤案件，警方竟然意图以 A4案件结案，有意图吃案的嫌疑。案发后，肇事业者刻意隐匿并拒绝提供被害人完整肇事影片档案。后续的程序当然可以进入复议或司法途径，流程上面的一个没有到位的部分，这个部分我们感到非常的抱歉。相关报告敢有公平完整，这个需要相关单位的调查。也毋过对家属来讲，妹夫出事翁儿啊，已经真做心败，永远的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